这是咱拄则所看到的，这个国民党党部上新的消息咯。另外，伫台南玉井，这个山野真啊，是嘛是大出咯，也吸引着真侪民众要来买。不过呢，确实传出讲有摊商哦，先以1斤12块的价介绍，向这个果农来收购着一寡较歹的这种山野了后呢，讲要做山野干，然后呢转手以每1斤18块比较较悬的介绍卖互游客，互这个果农是气噗噗，讲要来找摊商来理论。 啊！你我的票啊，你就袂使安尼大安尼卖啊，安尼就等于害着我啊。种果子的农民带人去找打头家理论。啊！你安尼就害着我啊！我为啥物害着你？你有装烂臭的？我是台巴，就是一定有写书面的。有烂呢。甲头家你一句我一句，因为这批货拢是较歹的货，本来是要摕去做果子干的，结果煞互打头家顶包装过，佮摕来卖。 我都无红包身无，你搁啊红包身无个，啊你搁从我身份证打大遐安尼才会对。真烦恼卖出去会有问题，因为山野顶的阁有因的产销飘头，农民要求头家袂当阁卖，毋过头家嘛毋体让。山野我这是我做生意，你话写叫我无，今仔摕20万来互我，回我。你浪费我的时间，我来遮爱单位爱租金，爱搁本。 会挽起来原因就是这个安心飘头，为着保护民众买的权益，伫台南玉井种山野的农民，搭批货拢会打家己的产销飘头。今麦指控讲头家用确实的介绍收较歹的果子，毋过毋拿飘头无换，佮甲介绍压悬继续卖。啊，当下头家嘛有话要讲。家己本身伊卖我12块，啊，迄个经理讲我那伊卖我台北价，我那卖人客12块，啊，我要做啥？我要赚啥？我要哪生活？我卖人客18块啊。 强调卖出去进前拢会甲人客讲，毋过即摆为着安心飘头的问题，拿农民去找头家理论，尾啊含警方嘛派人过去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